多指教。多多博士，聽人講圍棋除咗叫圍棋，仲有好多個別名，係咪真㗎？冇錯，圍棋喺古代有無數個充滿詩意嘅別名，每一個名背後都有佢嘅意思。咁有冇啲特別啲嘅別名㗎？請你介紹幾個嚟聽下。第一個最常用嘅叫手談，意思係對局雙方雖然唔說話，但係透過手指落指就已經好似傾緊偈，心靈交流咁。仲有一個叫坐隱，形容下棋嘅時候要靜心坐低，好似隱居咁，忘記晒出面嘅煩惱，專注喺棋盤上面。哇，聽落好有深度啊！咁有冇啲關於顏色嘅名啊？當然有啦，古人會叫佢做烏鷺，因為黑棋好似烏鴉，而白棋又好似白鷺，形容黑白分明，非常之靚。原來圍棋嘅別名都咁有學問，多多博士，多謝你話俾我知啊！唔使客氣，想知更多棋類有趣知識，記得留言、讚好、訂閱呢個 channel， 仲有記得 Facebook、IG Like 我哋中國香港棋院，我哋下集再見。